有冇一個成功嘅世界級品牌係唔拍片嘅呢？如果你諗緊我個品牌咁細，未需要拍片，咁你可能將因果完全調轉咗。大家好，我係導演 Peter 哥，30年廣告導演、碩士班導師、註冊高級催眠治療師，全部嘅 VHBM 內容都可以喺 Linktree 揾到嘅。我拍咗30年片，我可以好肯定、好負責任講一句：世界級品牌一定大量拍片，而拍片係因，品牌影響力先係果。好多企業以為品牌大咗先拍片，其實完全相反。品牌之所以大，係因為長期用影片做潛意識傳播，而且你而家喺網上或者啲媒體上面見到嘅，其實只係冰山一角。大量真正嘅關鍵影片根本唔係俾大眾睇嘅，例如企業形象片啦、專題片啦、內部嘅培訓片啦、投資者嘅簡報片啦，全部都係用嚟遊說特定嘅小眾。呢類影片唔係追 view 嘅，唔係追 like 嘅，但專門影響決策，直接進入被遊說者，即係對方嘅記憶同潛意識。呢個就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一直講緊嘅核心。影片唔係曝光工具，而係影響工具。當你理解呢個因果關係，你就明白點解真正嘅品牌從來唔問值唔值得拍片，而只會問拍片策略究竟夠唔夠準確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之後留意返 VHBM， 即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法則100條嘅免費線上講座，同埋付費線上或者實體課程嘅公告。講座課程會教你點樣用影片同埋潛意識，再加埋 AI 嚟達到品牌營銷嘅超高效益。如果有乜嘢影片、品牌營銷嘅問題，都歡迎留言提問，我會盡量回覆嘅。如果公司需要個案顧問服務，都可以揾我。